你好，请问有艾滋病阻断药吗？你等一下。850，扫码吧。怎么这么贵啊？对不起，余额不足，付款失败。对了，我把60万转给胡叔叔了，剩下的钱也给外婆了，身上没什么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上面限额了，要不您就给我一颗避孕药吧。谢谢。还是个大学生吧，这私生活可真不检点。是啊，这要是玩脱了，这辈子都毁了。Take another drag, turn me to ashes, ready for another life. Says he's gonna teach me just what fast is, say it's gonna be alright. 池先生，这是您的醒酒汤，请慢用。坐。池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酒店的服务员，不是提供那种服务的。一晚，条件随你开，怎么样？条件随我开，那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要一笔钱，然后实现妈妈的临终心愿了？30万，银货2期，以后各不相干，怎么样？我给你60万。池先生，你是第一次吗？怎么，昨晚没有满足你吗？算了，像他这样的花花公子，肯定不是1次2次了。我还是去买阻断药吧。池先生，您是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，我扫你。微信支付收款60万元。60万？怎么这么多啊？池先生，我只拿该属于我的钱，说好的30万就是30万，剩下的30万我退给你。之前已经存了15万了，加上这30万，还差5万就可以买墓地了。阿姨，你马上就要解脱了，加油！池先生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池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这地喜号上乱得很，你不适合这里，早点离职吧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的，就不劳烦您好为人师了。再见。静静，隔壁206房间的酒已经送过去了，你记得登记一下。好的，206登记一下。对了，静静，隔壁的池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池先生，他好像是来谈生意的吧？不过也没见他进那些乱七八糟的房间。你最好别去招惹他，年纪轻轻的就登上富豪榜，权势和财力深不可测，不是我们这种人能招惹的。谢谢你啊。608号房间打赏30万。哎呀，你和池先生不会发生什么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那为什么608的服务费爆单了？池先生打赏了整整30万，咱们的提成是25%，算下来就是7.5万。
你一个晚上就挣了这么多啊？是我还给他的30万吗？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不过这么算下来，买墓地的钱算是凑齐了，太好了。是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池先生，我刚才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是故意冲撞您的。抱歉，池先生，您今天的消费我们免单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，对待员工也不要太苛刻。你说呢，于经理？啊？是。既然池先生说话了，你就去医院看看吧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那谢谢于经理。啊？你也姓荣啊？哦，这个姓的确很少见。这位荣先生和爸爸长得真像，如果爸爸有儿子，应该就长这样了。可惜我只是个私生女，没资格有爸。啊，荣医生，我该不会是艾滋吧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只是阴道撕裂而已，以后性生活不要那么粗鲁就行了。哦，好的。我给你开点药吧，这几天先不要同房。如果你那男朋友要是不检点的话，就跟他分了。谢谢你，荣医生。是他真的来看病了。哎，来了。那个人是你病人？是啊，她男朋友真不是个东西，只顾自己爽了，把人家给弄伤了。这丫头年纪还小，啥也不懂，傻兮兮的，还以为自己得艾滋了。他看的是那方面的病，不然呢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不等你了。行啊，那我换衣服去了。妈，我终于攒够了钱，将你葬在了西山。我知道你是想葬在荣家，可是你明白的，他们不会接纳你。这里是离荣家最近的墓地了，也算是了了您临终前的心愿，对吧？她就是那个私生女啊！她妈妈给人当小三，她就是个小野种。这种人就不该生出来。她抢了别人的爸爸，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他简直就是耻辱，是败类。妈妈，为什么我是私生女？为什么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？为什么？是他怎么在这儿？先生，他就是之前找您买墓地的人，叫荣烟。原来他叫荣烟。西山墓地是池家的私人墓地，本身是不对外开售的。我们按照您的意思，想让他知难而退，就随口提了句50万，没想到他还真的凑齐了。因为之前答应了，所以不敢毁约，我们就把靠边的墓地卖给了他。原来他缺钱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为了让死去的人过得舒坦，而为难自己。这样的人不多见了。他怎么在这里？胡大哥，他是什么人啊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他就是西山的主人，池家的少爷，池景渊。原来东家就是他。我的墓地是
是找他买的？对。老天爷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我辛辛苦苦挣了50万，居然又回到他的口袋里了。你好，容颜小姐，你在盛世集团的面试已经通过了，请问下周一可以来办理入职吗？真的吗？对了，是盛世集团的林小小内推的我的简历吗？是的，您的简历非常优秀，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会准时去报到的。好的。太好了，妈妈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。容颜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。于经理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，我要离职了。什么？你要离职？我打算明天就走。阿燕呐，如果是钱的问题，你可以跟我提啊，别的地方给你开多少，我在那个基础上给你加10%，怎么样？不是于经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就是想休息一下。你工作那么出色，说实在的，我还真挺舍不得的。可惜啊，那你要是想回来，我随时欢迎。谢谢于经理。那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先去608包房，那边点名要你。好。我就说上次那块地，你们家拿不下来。我们有机会下次再合作。你这酒调的不错，明天我请客，你来调个酒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天上班，明天我就离职了。突然要离职，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休息一下。行吧，相识就是缘，咱俩喝一杯，祝你前程似锦。孙少爷，月亮湾的项目过来聊一聊。好的，远哥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聊月亮湾的项目？怎么回事？难道肠胃炎又犯了？怎么这2天老是干呕？过来。请问池先生有什么吩咐吗？要辞职了。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关心。你放心，我没有艾滋。我之前对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抱歉，池先生，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，不能喝酒。怎么？孙少爷的酒能喝，我的不能喝。孙少爷的酒我也没喝。把我岳父1个月200万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，先生？这就是我的回答，明白了吗？池先生，我们穷人也是有尊严的，不要以为你自己长得人模狗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人生。希望你再也不见。小丫头，脾气还挺大。哎呀，我们终于在盛世相聚了。小小，您真是太好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进盛世了。以咱俩的交情，这不应该的吗？要不是你优秀，就算我内推了你也进不来呢。怎么回事啊？胃病又犯了？没事，
可能是刚刚闻到了香水味，有点反胃。对了，今天的培训是你们主持吗？是啊，听说总裁要来，不过多半是假的。他已经很久不来开这种小会了。这样啊，我们总裁超帅的，你该不会对他感兴趣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来盛世可是为了赚钱的，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哼，我去，总裁真的来了，你还是先好好听培训吧。会吧，盛世的总裁居然是他！完蛋了，上次我怎么骂他来着？我还泼了他一身酒。下面我们开始培训。下面开始提问。就你，居然是他！原来他辞职是为了来盛世。你来告诉我，企业定制目标的原则是什么？我去，这还是新员工培训吗？怎么问这么难的问题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中。企业制定目标的原则主要有5个方面，分别是明确性、可实现性、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。那制定目标的时候要确保目标的一致，不能为了制定而制定，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以上就是我的回答，谢谢大家。哇，他好强啊！是啊，回答的真好。果然，阿英永远都是最优秀的，在哪都能发光。这就是你的答案。这就是你的答案。是的，池总。回答的不错，坐下吧。幸好我是个学霸，不然今天这关怕是过不了了。原来是专业素质，倒是小看他。终于下班了，我们去那边吃个麦当劳吧。麦当劳？阿燕，你最近怎么老是干呕啊？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最近就是肠胃不太舒服。那你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，不然胃病拖久了会加重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池景渊平时对员工怎么样啊？疯了吧你！居然敢直呼大老板名讳，不怕被开除啊？连名字都不能提，那我泼了他酒，岂不是死定了？阿燕，你怎么老是问总裁啊？该不会是被他魅力折服，看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看上狗都不会看上他，好吧？好，池总好。说什么呢？池总好，真是不让人说坏话。这下好了，又把老板得罪了。阿燕，我车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上车。不了，池总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你知道在公司不听老板话的员工是什么下场？谢谢池总送我回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1个月300万，怎么样？1个月300万，怎么样？池总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银货两讫，各不相干。我实在不想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。我是老板，我有重新谈条件的资格。池总，
我的确很需要这份工作，但您的这个条件，我也没办法答应。好好上班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打算放过我，还是在威胁我啊？算了算了，现在药店应该还没关门，我还是去买点药吧。你好，麻烦给我一盒胃药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46，扫码支付。不是，你们这个药它过期了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没有来得及换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重新给你拿一个。等一下，该不会我上次买那个避孕药也过期了吧？我看一下。抱歉啊，这个药真的过期了。那你胃药还买吗？不用了，麻烦您给我一个验孕棒。啊，好。我真的怀孕了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个孩子我不能要，我就是一个私生女，没有爸爸过得有多么辛苦。况且我才刚入职，要是被公司知道了，工作也会没有。不行，我要去医院，我要赶紧去医院。宫内活胎7周，你的确怀孕了。孩子已经有了胎心胎芽，发育的还不错，恭喜你啊！下次可以去产科挂号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荣医生，这个孩子我不能要。是孩子的父亲不想负责吗？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荣医生，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？你确定吗？不和孩子的爸爸商量一下？今天就可以手术，我可以给你安排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手术有风险，如果发生意外的话，容易导致不孕。你确定不要这个孩子吗？行，那你缴费后直接去4楼手术。是他身体不舒服。哎，来了，老爷子的药用法跟用量都写在里面了，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就行。行，刚刚那个女孩是来看病了？对啊，上一次来看病以为她得艾滋了，这次来居然直接怀孕了。怎么回事啊，池大公子，怎么连个药都拿不稳啊？你说什么？怀孕了？啊，你没诊断错吧？大哥，我一个堂堂医学博士，怎么可能连怀孕我都看不懂呢？那你给她开的什么药？保胎药吗？什么保胎药？他是来预约人流手术的，估计这会儿应该已经进手术室了。手术室，手术室。天杀的，这些渣男自己爽完就祸害人家小姑娘，真想好好教训一下这帮家伙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怎么刚来就要走啊？急成这样！哎，你药还没拿。荣烟，荣烟，先生，先生，不能进这里，先生，请。荣烟，手术取消，让他出来。容烟，啊，
你说的是要做流产手术的小姑娘？对对对，主刀医生有个紧急的手术，抽不开身，已经通知她改到明天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。哎，阿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知道我在这儿，特地来接我的呀？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？没空。先生，刚才老爷打电话过来，说请咱们回老宅一趟。过了，去找人。阿渊这是怎么心急？该不会是看上哪个狐狸精了吧？阿燕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阿燕，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啊？阿燕，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啊？没有，外婆，我只是肠胃不舒服而已。不是外婆想的多，阿燕啊，你可千万别走你妈的老路。外婆只是想让你嫁个普通人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你可千万不能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，知道吗，孩子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外婆。咱们回家吧，走。你看那身上多好！哎，阿言，这有人找你，还开着豪车呢。那不是迟总的车吗？他来干什么？阿烟和这男的什么关系？该不会像他妈那样给人家当小三儿吧？他家家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怎么一个两个都干这种事儿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怪恶心的。哎呀，丢自己的脸就算了，还丢村里的脸，真是。这些年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村里的人。上车。外婆，我去一下。迟总，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能不能回城里再说？这里不太方便。给你半个小时时间收拾，带上你的身份证、户口本，我们车上慢慢聊。哦，好。他怎么不上车呀？对呀，我看不让他上。外婆，同事找我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照顾好自己，我有空气回来看你。好好好，去吧。哎呦，晕上去了。就是他到底怎么回事？没睡没有。迟总，我们是要去谈什么业务吗？身份证、户口本带了吗？带了。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迟总，包月的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。我很珍惜这份工作，也很喜欢盛世。你能不能不要拿工作威胁我？你怀孕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迟总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，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，也不会给您添麻烦。这就是你为什么预约人流手术的原因。不是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迟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迟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听着，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。把本子收起来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孩子有我一份责任，你不能擅自打掉他。对不起，迟总，我不想留下他。为什么？我刚进盛世，也很喜欢这个工作，况且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，
成为人人唾骂的私生子，与其让他受尽白眼，还不如不让他生下来。我有说过让你当小三吗？我们领证结婚，你把孩子生下，给你5亿，孩子归池家，我还你4亿。5亿？怎么，先生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池家还真是大手笔，这个孩子生下来应该会过得很幸福吧？况且我还能拿到5亿，5亿呀！我这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，既然我们是协议结婚，那么就注定要离婚，所以结婚的事能不能先别公开？可以。还有吗？好，那就去领证吧。天哪，我就这么结婚了，还是跟自己的老板。把你的东西都搬到我那里去，缺什么东西自己买，密码666没有额度。还有，我会让司机送你回去，我要出差办公。不用，反正我们也是协议结婚，我住自己家里就行了。池太太，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觉得我会让你一个人住外面吗？行，没关系的，容颜，把它当成一份工作，生孩子就是你的任务。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就可以和他划清界限了。还不走？哦，好的，池总。这样怎么冷静？太太好。太太，这位是王妈，这位是徐管家。平时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们。太太好。以后麻烦大家了。您有什么要求，请尽管提，我们一定会做好。我先带您参观一下，您这边请。时间比较匆忙，这衣帽间呢只填充了一部分，您看还缺什么？我们马上置办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愧是有钱人，一个衣帽间竟然比我的房间都大。这都是先生特意吩咐的，以后也会定时送过来新款的衣服和首饰的。这池总也住这个房间吗？当然了，他原本就是先生的卧室。不是吧，我们不是协议结婚吗？该不会还要住一间房吧？不过先生经常出差，很少在家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哇，那就好。哇，阿言，你家的饭也太好了吧！哇，就是啊，半个月了，我没见重样的。看完阿燕的饭，我都不想吃食堂了。我还想去食堂，非要我带什么盒饭，说什么营养健康，虽说是为了孩子，但真的有点烦了。哎，阿燕，你这个饭盒是老板同款吧？哎，真是池总同款哎！之前助理手上拿的就是这款饭盒，真是啊，这就是池景苑的。不是，他们怎么连这个都能认出来？这个我随便买的，
就是仿品吧？才不是仿品呢！你看这个标志，我拿我下半辈子的财运发誓，这绝对是正品。哎呀，阿烟，你怎么买这么贵的饭盒啊？你该不会是暗恋总裁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胡说！白痴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敢跟我抢人！明珠姐好。这个饭盒的确是高仿，那可能是我认错了吧？明珠姐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没关系，你这么年轻，有点幻想倒也正常，买个老板同款倒也没什么。不过千万别把它当成现实，免得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明珠姐。他这是在暗示我不要招惹池总吗？难道他喜欢池总？终于下班了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暴富啊？这牛马我一天也不想当了。哎，我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小小，沈明珠和池总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他可是大老板最亲近的人，总裁办的一姐，和大老板认识快10年了吧？据说两家正在商量婚事呢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怀孕了，池景渊肯定会和他结婚吧？沈燕哥哥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阿烟，好久不见。阿烟啊，你妈妈的情况很严重，需要马上动手术，可我们去哪儿找10万块的手术费呀？沈燕哥哥，现在只有他能帮我了。对了，你和荣家妹妹怎么样了？她可是黏了你4年，你不嫌烦啊？她只是妹妹而已，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娶一位私生女？我可是要脸的。原来连你也瞧不起我。荣小姐，你母亲抢救无效，已经去世了。阿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刚刚都听到了？是，我都听到了。沈老师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沈教授。你以前都会叫我沈燕哥哥的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生分？有空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有空有空，绝对有空。那个，我先回家了啊，拜拜。那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。阿烟，这些年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阿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母亲出事了。这2年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沈教授，你以前帮助过我，我不会恨你的。但我有起码的尊严，我这样的私生女的确配不上你。以后还请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出差回来了。池总好，荣医生好，沈小姐好。原来大家都认识啊。我的大学学生，我病人，我的员工。
既然都认识，那我们一起吃。沈明珠居然是沈教授的妹妹，还有荣医生，她居然认识池总，难怪我怀孕的事情她那么快就知道了。容颜，这么名贵的酒应该没喝过吧？来，尝尝看。女孩子少喝点酒。谢谢池总。怎么回事？阿元怎么给一个员工递果汁？他什么时候这么热情了？如烟，半个月不见，气色好了不少，这照顾得不错嘛。荣医生和阿言很熟吗？很熟啊，起码8分熟，对吧？嗯。沈教授倒是挺关心我员工哦。你们很熟吗？我和阿言不一样，他可是我。沈教授，感谢你以前对我的照顾，我敬你一杯。池总呢？你和明珠是来应酬的吗？什么应酬啊？就不能是约会啊？阿言，把酒给我，我要喝酒。事先说好啊，我们只是应酬，不是约会。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，不方便喝酒。知道了，我就喝一杯。我哥都没管我什么，就你天天管我。我是管不了你了，只求池总能早点把你收了，这样我就清静了。我们只是朋友。我懂，我懂。友情以上，恋人未满嘛。看来情报没错，10几年了，池景渊和沈明珠的确关系匪浅。没想到吃个饭还能听到老板的话，可真有意思。阿言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沈教授不是要送自己妹妹，还有时间送别人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啊，不用打车了，我的车到了，阿言我送你。与其让我坐沈燕的车，还不如坐荣医生的车，这样起码省事很多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池总再见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荣医生也顺路送送我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池大少爷愿意坐我的车，该不会是打什么坏主意吧？多嘴，开个玩笑嘛。哎，对了，我听医院那边说你取消手术了。那个孩子爸爸说他愿意负责。那就好，如果他要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替你揍他，保管给他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你挺闲啊，关心我员工私下生活。我这不是伸张正义吗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圈子里还有些不错的朋友，回头给你介绍一下，怎么也比你的男朋友靠谱。怎么，你转行当红娘了？这不顺手的事儿吗？哎，阿言，下次你产检的时候把他叫上，我替你把把关。如果他真的是个人渣，你就跟他分了。好，走吧走吧。怎么办？他该不会生气了吧？也是，他这样的天之骄子，居然被自己的朋友骂人渣，换我也得被气死。你和荣医生荣医生他没有别的意思，他只是为我打抱不平，也不是故意要骂你的。
池总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好好休息。逃什么？我没逃，我只是想找王妈收拾一下房间。收拾房间？合同里可没写要分居。可以魔术让租房啊？没写，就代表不在合同约束范围之内。我们是合法夫妻。什么叫合法夫妻吗？可是我怀孕了。放心，我会注意分寸。夜灯能不能关？那个不能关。太太，你醒了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对了，你们先生是不是怕黑啊？太太，您真好，这么快您就发现了。可是那些池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也没有一个人真的对他好。那他为什么怕黑呢？怎么不吃饭？等我呢。没想到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池景渊，居然也会怕黑。他到底遭遇了什么？哎，他怎么不吃鸡蛋？是不喜欢吗？愣着干什么？怎么不吃饭？干什么呢？眼瞎吗？不好意思，高经理，我没看到。好了，我有事要宣布。公司的赛斯项目要在周3之前出分析报告，这几天大家加一下班，尤其是你荣烟，你刚来可别拖大家后腿。好。这个荣烟究竟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明珠姐要我特别关照她？分工表我已经发群里了，现在大家开始工作吧。我去，阿叶，你怎么分这么多工作啊？是啊，你不是刚来吗？怎么比我们还多啊？就是啊，烟，你该不会是得罪高经理了吧？我没有啊。不过我是新人嘛，多做一点也是应该的，没关系。阿烟，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千万别惹到他了。好。王妈，先生，太太来过电话了，说正在加班，晚点回来。加班？还一个新员工加什么班？是谁加班到半夜还有人来接啊？可真幸福啊！大老板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上车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怎么上了池总的车？看这背影，怎么那么像你们部门的荣烟啊？怎么可能？她一个穷酸货也配？告诉荣烟，让他做一份赛斯项目的分析报告，3天之内必须交出。3天？他一个新人，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管那么多干嘛？做不出来，咱们正好有机会好好收拾收拾他。
3个工作日内将赛斯报告的分析发给我。高经理，3天根本不可能。是啊，阿英前期都没参与，根本不了解情况，怎么可能3天就做好分析报告？你们在教我做事。盛世不是讲条件的地方，你要是不能完成，就给我走人，明白吗？没问题的，高经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装什么装？我就不信你真能做出来，到时候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先生，先生，这几天您不在，太太每天都加班到很晚。这个报告做得一针见血，论点和分析都非常多，我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不过他不是刚入职，为什么又是监管又是做报告？难道有人在针对他？连我的人都敢欺负，看来之前日子过得太舒坦。池总，你回来了。既然醒了，那就做一些该做的事情。进。高经理，分析报告我已经做出来了，发到您的邮箱了。什么？你真的做出来了？请问您现在有时间看吗？下午就要开会了，我哪有时间看？你先回去吧，我看了告诉你。好的。一个破报告也值得我花时间看，也不看看自己是谁。这是容烟做的，怎么会做得这么好？他一个乡下来的土鸡，居然有这本事！哼，这样不就是我的了？喂，容颜，接到通知让你来16楼一起参加赛斯项目会，你快上来吧。哦，好的，马上就到。容烟，她怎么也上来？这丫头看上去蠢蠢笨笨的，就算发现了我盗用她的报告，应该也没胆量说出来吧。沈燕，原来和盛世合作赛斯项目的是他们研究所。会议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将从财务的角度来考虑赛斯项目投资的可能性，请看大屏幕。是我看错了吗？那姑娘和池总好像戴的是当季情侣商务款啊。明珠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也许就是巧合而已。巧合？容颜家里穷的要命，哪有钱买高奢？看他就是想勾引阿云。等着，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汇报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财务部这次表现不错，接下来就看投融资部了。大家好，接下来由我给大家汇报。投融资的汇报怎么又长又臭啊？怎么办？好像有点低血糖了。他怎么了？暂停一下，休息10分钟。总裁办，准备些点心来。好的，池总。今天简直是神仙级待遇啊！居然还有蛋糕茶点。之前池总说，谁要是中途退出，
就给我滚蛋！今天居然主动提出休息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是啊，有史以来真是头一回。不好意思，少一份没有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吃也行。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还妄想吃水果茶点，做梦！负责采购的同事，这个月绩效考核不合格。池总，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今天参会多少人，你们不清楚？清楚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点心少了一份？抱歉，池总，因为有一个人临时加入这个会议，我们没有得到消息，我这就去补。不用了，把我的给他。什么？怎么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把我的给他。抱歉，是我们工作的疏，请见谅。没关系的。总裁办绩效扣分，这个月奖金取消，3个月内不许评优。还有，负责采购的同事，这个月奖金扣10%。怎么回事啊？石景亮为什么发火？他不是喜欢沈明珠吗？难道他们吵架了？好了，会议继续。大家好，接下来是市场部的汇报，大家请看屏幕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直接用了我的报告？那么我的汇报到此结束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这个报告是你做的吗？是的，石总。那正好，这里有一位市场部的同事，后面来回答一下。这份报告的确是高经理做的，我们市场部的同事也一起参与了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这20%是怎么得来的？石总，这是根据赛斯集团的评估报告上面的业绩增长率得来的。那后面怎么又变13%了？石总，等我下来再核对一下。你来回答一下。哦，是这样的，20%的确是赛斯评论报告上的数据。我们同时也对它进行了市场的评估与调查，发现他们业务的确存在了一些侥幸。他们为了提高收入的价格，买通了评估的机构，乐观地预估了收入的曲线，同时也夸大了业务的增长率，实际的增长率其实是13%。那毛利率你怎么看？是这样的，我同时也看过他们的数据，他们的新产品数据有30%，是因为他们新产品拥有了核心的知识产权，而老的产品并没有任何市场的竞争能力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压他们的估价。石总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真不错啊！是，这女孩心细如发，居然能发现他们的数据作假。萨斯有点不地道了，居然玩这种手段。没想到职场上他这么光彩夺目，倒是小瞧他。高林，你的工作完成不合格，降薪降职半年。是。沈教授，你怎么看？盛世的同事非常优秀，能够发现这2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不过，我们和赛斯合作的初衷是为了新产品，我建议池总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。好，散会。走，上楼了。走。哎呀，终于可以不用加班了，真好。阿燕，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正好趁这个机会跟他说清楚，以后就划清界限吧。那走吧。好。
我记得你最喜欢吃鱼，来尝尝看。不好意思，沈教授，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吃鱼了。阿言，这2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后悔，再给我个机会，好吗？沈教授，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跟你解释清楚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了？阿言，就算你想拒绝我，也应该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？信不信随你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来往了。等一等，我送你。池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沈教授和我员工约会，怕我看？没有约会，只是有事跟沈教授说清楚。是啊，我只是简单的叫阿言吃个饭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倒是池总，你来这儿是？当然是我叫来的了。服务员说，是荣耀集团的张董找我，骗我。如果不这么说的话，阿元你还会来吗？既然都在，一起喝一杯吧。荣烨，你不是想勾引阿渊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让你彻底死心。终于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明珠加油！这架势该不会是要告白吧？都随便坐。送点吃的过来给他。这一天我等好久了，你俩可别让我失望。阿渊，哎，我认识了你10年，有些话我想今天跟你说。我结婚了。渊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是啊，你可别乱开玩笑啊！我结婚了，沈明珠，我不想让我太太误会，所以后面的话就不用跟我说。阿渊，你结婚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什么时候请的客？什么时候结的婚？什么时候买的钻戒？这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啊！是啊，景元，明珠对你的心意大家都明白。明白我就得回应吗？沈明珠，我之前就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就从盛世集团滚出去。池景渊是疯了吗？他不怕沈明珠生气，到时候来个追击火葬场啊！元哥，你真的结婚了？我太太呢比较低调，所以我还没公布婚讯，我也暂时不能透露她的名字，所以还请你们保密。那看来是真的了，那恭喜渊哥了。渊哥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我不信，你就是在骗我！池景渊，你太过分了！明珠，明珠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也先走了。啊，改天记得请我们喝喜酒啊！一定。走走走走。
好吃吗？不喜欢，太甜了。你不去追吗？你的沈教授走了，想要出去追啊？走，回家。许成取车去了，先等等。先生，给女朋友买束花吧。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小姑娘，我这双眼睛看人最准了，错不了。再说了，你们看着这么般配，不是情侣是什么呢？阿姨，其实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不用买这个。这束花我要了，不用找了。谢谢，祝二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第一次有人给我买花，还是我喜欢的玫瑰花。不过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天哪，赤松给容颜买了花，难道他们……拍一下吧。哇，大大更新了！大老虎和小白兔，哇塞，这 CP 好好磕啊！哇，好甜啊，甜死我了！哇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哎呀，哇，结上热搜了！天哪，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？真的结婚了？他说的什么？真是有身份的。对呀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大新闻，大新闻！大老板居然结婚了！不是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话说的，你该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没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就是觉得结婚不应该是大老板的私事吗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新闻啊，都上热搜了。是啊，老板自己还发了条微博，说什么已婚，谢谢大家。我道心都破碎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？那评论区不都说了吗？说我们总裁夫人啊，长得又老又丑，他们肯定是商业联姻。没事儿，等他们离婚了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不是说他们是日久生情吗？日久？这茶麻烦你细说一下。什么？高经理好。高经理好。容颜，中午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高经理请吃，怎么有请他呀？是啊，不是要结生气了吗？这是。这家味道还不错，你可要多吃点。高经理，如果你是为了公司报告的事，放心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报告的事是我不对，不向你道歉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。所以，你来找我是要问我别的什么事吗？阿言，你真的很聪明。是这样，昨晚我看到了你和池总，池总给你买了花，还上了同一辆车。你和池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没想到高凌也在那附近，这下好了，该怎么解释啊？高经理，其实是池总不想让大家知道的，所以您能不能不要把池总是我想说的事情告诉别人？什么？池总是你叔叔？叔叔？是啊，祖辈代亲，拐着好几道弯的那种，家中长辈关系也不错，所以就让池总多照看我一点。他也是因为这样，
所以昨天晚上才帮我买花的。目前我也是借住在池家。原来是这样，高林啊高林，你居然盗用池总侄女的报告，这一局还能活下来，简直就是祖坟上冒青烟。所以还劳烦高经理保密了，池总他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池彩，那高经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她竟然是阿渊的侄女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不是说了吗？打着好几道弯呢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饭盒还有情侣装，不然池总怎么会对他这个土鳖多番照顾？也是，就他那个穷酸样，阿渊也不会看上他，也就只有这个亲戚最有可能。明珠姐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既然她是阿渊的侄女，那我可得好好和她搞好关系。赛斯项目完美收官，为感谢大家的努力，下周组织团建庆功。天哪，要带薪旅游了吗？这也太棒了！不仅可以带薪旅游，还可以拿奖金呢。特别是这次的大功臣阿渊，一定能拿到更多的奖金的。哎，我听说集团还邀请了合作伙伴一起参加晚宴，是吗？那我岂不是可以遇到很多很多帅哥了？花痴啊你！哎，明珠姐，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，送给你的。阿嫣，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不行不行，明珠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寻常礼物而已，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咱们之前闹了点不愉快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会了。行，那你好好上班，有空请你喝咖啡哦。哇塞，让看看！哇塞，这化妆品可贵了，要好几万呢。阿言，他为什么突然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来，多吃点。先生，尝尝今天的鱼。原来他喜欢吃鱼，不喜欢吃鸡蛋。这个鱼你尝尝，营养价值很高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让王妈。我吃饱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慢慢吃。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。家里以后不要再出现鱼了，他不喜欢。哦，好的。池总，其实我坐大巴车可以的，我在车上会影响你的。池太太，你想怎么影响我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正经的。你的意思是我不正经？我哪里不正经？先生，太太的行李已经放好了，咱们现在出发吗？出发，走。哎，停车！怎么了，太太？我们这离目的地还有100多米呢。没关系，我在这下车就可以了。哎，喂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来了，阿渊，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要一起吗？好。阿嫣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小叔叔正好在附近，他送我来的。快来坐，我们一起玩。难怪刚才在大巴车上没有见到你。我们在玩游戏，一起玩吧，很刺激的。好，那我再说一下规则吧。拿到小鬼牌的人要回答大鬼牌人的问题，可以选择真心话、大冒险或者喝酒。好，那我开始发牌。
我选真心话。哎，我来。沈教授，请问你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是什么？4年前，生日那天的夜晚。哎呦，感觉有瓜呀！我怎么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？4年前，生日那天的夜晚。阿烟，你怎么来了？神鹰哥哥，生日快乐！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局。真心话。好，那到我了。阿渊，你的妻子，我们都认识吗？认识。天哪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沈明珠认识池总的太太，但是他居然不知道是谁。我去，这是什么狼人杀局啊！再来。真心话。我是大王。那我想问池总，请问您这次突然结婚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当爸爸。天哪，池太太居然怀孕了！谁说他们没有感情啊？就是，他们一定是谈了很久的恋爱，然后怀孕了，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绝世大瓜呀！阿渊，那你爱他吗？你觉得我会勉强自己娶一个不爱的女人吗？我不信，我根本不信。阿渊，我这么爱你，这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明珠，你等等我。天哪，还好我来了，不然就要错过这个天大的八卦了。太精彩了，我的心现在也砰砰直跳呢。阿言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池景渊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娶自己不爱的女人，他是故意这么说来气沈明珠的吗？还是说……来，咱继续玩。历史的教训摆在那儿，千万不能选真心话。我选大冒险。我来提问，和你左手边的第8位接吻。第8位，1、2、3，那不就是池总？天哪，阿烟要和池总接吻！天哪，我这是什么手气啊？怎么一抽就是王炸呀？我去，没搞错吧？叔叔和侄女接吻，这世界已经这么颠了吗？不好意思大家，池总已经结婚了，这个要求我不能完成。没关系啦，游戏而已啊。就是啊，但我遵守游戏规则，自罚1杯。为老板这么着想的员工，我怎么能让他喝酒？这酒我替他喝。哇，大 boss 好好啊，居然还替他喝酒。就是啊，这人格魅力简直爆棚了。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，但是我还是他好像会不舒服，是不是酒喝得太急了？喂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已经吃过药了，不过很疼。太太，你能上来看一下吗？先生晚上没有吃东西，这会已经很晚了，也不知道酒店开不开火。你能不能上来看一下？我去和酒店联系。那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没有伤心，眼泪只是刚好。怎么还发烧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弄点吃的，不然他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哇，
这么多吃的，哪里还需要酒店做？他在给我做饭，认真起来还挺可爱。在干什么呀？你胃不舒服引起的发热，要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才行。池太太，我有个补充能量的方法，要不要试试？这什么呀？I'm paralyzed a moment. I think I'm all into the moon, and I'm overwhelmed with love. 以后怀着身孕不许进厨房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You never own it, you phone it, keep staring at the ceiling, right? 'Cause baby, you're a firework. 阿言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不在房间呀？小小，我在屋外面呢，马上就回去。小小在找我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在这里陪我吧。你老公都生病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吧？池太太。池景渊这是在撒娇吗？可是被小小发现就糟糕了，我要先走了。阿月，你给我开门！阿月，怎么办？明珠姐就在门口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阿月，你给我开门！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月，服务员呢？怎么办？明珠姐就在门口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被她发现就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发现就发现了，怕什么？这位小姐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你把我的房卡给我，我现在就进去，快点！阿月是爱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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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月，我去核实一下。阿月是我的，开门啊！阿月，开门啊！要不我还是先藏起来吧，你自己和他解释一下。我和他解释做什么？你就这么在意我和他？池总，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？如果明珠姐发现了，她会生你的气的，到时候你会更麻烦。是吗？那就他闹他的，我做我的。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你在干什么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我明明爱了你10年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哎呀，粥还没有。做完再喝。不行，那也别在这儿。原来池太太是害羞的，换个地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抱歉，小姐，我们核实了一下，您不是这个房间的客人，不好意思啊，房卡不能给你。滚！我一定把这个女人揪出来！哎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哎呀！也不知道沈明珠走了没有，要是我突然开门，她冲进来怎么办？哎呀，开门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快醒醒，明珠姐来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阿月，你开门！我知道有女人在里面。哎呀，
速度过来，把你妹接走。怎么不见了？你在房间里，难道还飞了不成？还是说……够了，不够，根本不够！阿渊，你明知道我爱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和那个女人做那样的事情？太过分了！她是我的太太，性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。倒是你吧，沈明珠，你第一次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就明确的拒绝了你，你答应我，我们两个之间只做朋友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进得了盛世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已经跟沈烨打过电话，你最好现在离开，别让我讨厌你。明珠，跟我回去。不，我不走，那个贱人一定在里面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她抓住。明珠，你再这样闹下去，跟池总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僵。听话，跟我先回家吧。沈教授，你最好管好你的妹妹，如果她再无理取闹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抱歉，池总，我这就带她离开。走吧。这脸上是阿烟的手机铃声。好久不见了。对啊。阿烟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儿挺好吃的。对了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睡不着，出去看星星了，但是没想到却在花园里睡着了。星星？可是昨晚一直在下雨。你跟我来。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，别拉拉扯扯了。昨晚在池景渊房间里的究竟是不是你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的铃声是你大学最喜欢的歌曲。沈教授，我想你没有权利质问我，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，请你不要越界，谢谢。你以为池景渊是什么好人吗？他那么高高在上，目空一切，明珠跟了他10年尚且毫无结果，你以为他会看上你吗？沈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说池景渊看不上沈明珠，更看不上我，就因为我是私生女，不配得到爱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阿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沈教授，我不管池景渊跟沈明珠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但据我了解的池景渊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请你不要污蔑他，谢谢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怎么，你喜欢上他了？哥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明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容颜有点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应该知道阿渊的妻子是谁吧？告诉我，你想要多少，价格随便谈。明珠姐，我想要多少自己填。明珠，你在干什么？阿烟怎么可能认识池太太呢？她当然知道了，因为她是阿渊的远房侄女啊。什么？你是池景渊的侄女儿？蛋，怎么沈家的兄妹都知道了？这下好了，彻底玩大了。很意外吧？但我们的确是叔侄。容颜，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盛世的？沈小姐，他的确是我的小叔叔，但既然他自己都没有跟你讲，我如果跟你讲的话，那不是得罪他了吗？那你告诉我点线索总行了吧？姓什么？多大了？做什么的？对不起，沈小姐，我真的不能和你说。不对，我从小就认识你。如果池景渊是你小叔，为什么在你被霸凌的时候，你母亲住院的时候，池家没有对你伸出援手呢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正好试探一下他们。抱歉，池总，我不知道你和阿烟是这样的关系。谁跟你说的？当然是阿烟自己说的。我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的关系。那阿烟，你说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拜托拜托，千万别说漏嘴啊！早知道沈烨不好糊弄，该提前和池景渊通个气的。百密一疏啊！
居然试探我，沈烟啊沈烟，阿烟是绝不可能自己公开关系的，你失算了。什么？你们两个不是叔侄关系吗？叔侄？阿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怎么，你好像很震惊的样子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哼，手滑而已，手滑而已。叔侄，亏他编得出来。池总，你们真的是叔侄关系吗？我们的确是叔。我们就是叔侄关系。不过呢，阿烟是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盛世闯出一番天地，她的身份呢，暂时不能公开，所以请你们鼓励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阿烟提起过这件事呢？沈教授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？看来真是我想多了。池景元没必要为了一个员工撒谎。如果是这样，那阿烟出现在池景元的房间就说得通了。没准他就是上楼送东西，正好被明珠误会了而已。原来是这样，阿烟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件事的。沈教授，这是我的私人问题。哎呀，说清楚了就好。你看嘛，我的信息不会有错的。好，爸妈好像也来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嗯。来，你跟我过来。池太太，我们什么时候成叔侄了？你不准备解释一下吗？我错了。既然错了，就得接受惩罚。什么惩罚？吻我！你疯了！今天赛斯项目的庆功宴来了多少名流，要是被撞见可怎么办呀？发现就发现呗，怎么？我跟我太太接个吻不行吗？我今天给你圆了个谎，我锁个吻不可以吗？那要不我去跟沈燕说一下，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不，我亲还不行。阿烟，阿烟，有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明明刚刚看到他的人呢，怎么一转头人就不见了？有人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没被发现，如果被发现了，上了新闻，那盛世的股票下跌，你不害怕吗？怕？我还巴不得。我们赶紧走吧。你刚刚去哪儿了？都快开始了。我去了个卫生间。爸，阿启，你们终于来了。远州，哥，你想我了没？想呀，哥出差这2天，不是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吗？哥哥，原来荣医生是他的儿子，原来他们是一家人。都说了，你是私生女，是野种，我们才不要和你玩呢。就是，你爸爸都不认你了，你别缠着我们了。起开！都说了，你是私生女，是野种，我们才不要和你玩呢。不认你，你别缠着我们了。爸爸，是爸爸，我在妈妈照片上见过他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宝贝，生日快乐！许个愿吧。爸爸的琪琪宝贝，生日快乐！爸爸，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？去，把这份蛋糕给到门口那个小女孩。小朋友，这是荣家给你的蛋糕，他们家小千金过生日，看你可怜，特地分给你的。吃完就快走吧，这里不让要饭的。哈哈哈。原来荣医生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。迟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荣董事长客气了。这位是？爸，这位也是盛世的员工，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也姓荣，他叫荣。荣董事长，您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爸爸不跟你握手。如果你想勾引他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没这个资格。阿奇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江城谁不想攀附荣家，攀附权贵？哼，只要有我在，他这样的贱人，一个都别想得逞。阿奇，切，阿奇，不许胡说。抱歉啊，我妹妹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她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见怪啊。我的哥哥，你好，谢谢你之前维护我、帮助我，只是恐怕这辈子我们都无法相认。没关系，荣小姐从小千宠万爱的长大，她这些我都可以理解的。石总，我突然不舒服，可以先回去休息吗？好。阿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外婆，我今天见到荣盛恒了。你见到他了？那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没有认出我来。没有认出你啊？没有认出就没有认出吧。他也没见过你，认不出你也很正常，只是苦了你了，孩子。可是外婆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从小到大我要承受这些？为什么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怪我？难道是我想当私生女的吗？是我非要姓荣的吗？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呀？为什么呀，外婆？孩子，不是你的错，千万别自责。外婆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都姓荣，荣家小姐她就可以千宠万爱的长大，而我只能活在阴沟里，像个老鼠一样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外婆。好孩子。来，孩子，多吃点啊。外婆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吃吧，吃吧。阿言，外面那辆豪车又来了，他是你同事吧？哎呦，那个男人可真帅啊！石景渊，他怎么来了？
外婆，我还有事，我下周再来看你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外婆。好好好。哎，那富家公子哥怎么又来了？这个男的和阿言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能有什么关系？她是个私生女，这个男的这么有钱，看得上她？他还真给人当小三了。祖传的本事呗，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嘛。反正家里的脸都被丢尽了，他还立什么牌坊？真不要脸！啊！你说城里陪睡觉多少钱？100-200块总该有吧？多了，50块顶天了。就是啊，一个婊子值什么钱啊？咋的？说你还不服啊？来啊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麻烦你们闭上你们的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嘴长在我身上，我爱说谁说谁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有本事你就打我呀！打我呀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你算老几，也敢在他面前放肆？这位小伙，我们也是为您好。这位姑娘水性杨花的很，她妈妈是专门勾引男人的，她也是个私生女，你跟她扯上关系多掉价啊！私生女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？我说，私生女，那又怎么样？她在我这里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？给她提鞋都不配。许成，来给这几个人普法，造谣诽谤是怎么量刑的？是。幸好我本科法学毕业，不然就装不了这个逼了。根据法律，侮辱诽谤他人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先生，需要我联系集团律师吗？哎，别，一切好商量，一切好商量。是啊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绝对不说了。不说了。我劝你们管好自己的嘴，谁要是敢再说他半个字，别怪我走法律程序。我们走。人家骂的是我都没往心里去，你怎么比我还生气啊？你真的没往心里去？这样的话，我从小听到大，早就习惯了。以后不用习惯。以后不用习惯，别人骂你，你还回去；别人打你，你打回去。就算你闯了天大的祸，我替你兜底。容颜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他们说的都对，我就是一个私生女，我不配。我说你配，你就配。容颜，你是最好的。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一个这么维护我的人。哇，大老虎好温柔啊！好喜欢大老虎啊，又霸道又温柔。我也是，好想要一只大老虎啊，可惜我们没有。太太，您忙完了吗？先生说让您去花园一趟。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
你这是？不许真相，知道？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你没必要做这些。你已经对我够好了，真的。做得还不够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池景渊的女人，谁也不能欺负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？你也很容易，你和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你们迟早是要离婚的，你可千万别沦陷了。那就这一次吧，好好抱抱他。这么快就投怀送抱了？我礼物还没送呢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什么礼物啊？这个太贵重了吧，我不能要。今天你受委屈了，这是补偿，希望池太太不要往心里去。祝你永远开心快乐。我真的不能要，太贵重了。不贵，也就几千块而已。哪有，你肯定骗我！这项链一看就价值不菲，至少要几万，我不能收。没关系，因为我要礼尚往来。怎么回事啊？电话也不接，老爷子的药还要我亲自送，这出大谷子，面子可真大。我去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怎么可以欺负阿嫣？你不知道她有男朋友吗？知道啊，知道你还……你别以为你是我兄弟我就不敢揍你啊！阿嫣是你的员工，你怎么可以对她下手？你的良心呢？你的道德呢？阿嫣别怕，有我在，她不敢欺负你。你指的什么？睡觉吗？哦，那已经睡了。你太过分了！你都结婚了，你还招惹阿嫣，你不怕你老婆知道了跟你离婚啊？我不怕，我又没睡别人。你该不会是想说……没错，你之前说的渣男、人渣、败类、不负责的狗男人，就是我。所以阿嫣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？恭喜你，回答正确。你们两个这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？我都开始有点期待明珠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了。哎，好了，药已经送到了，你可以走。单身狗要有不做电灯泡的自觉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里给我秀恩爱。怎么，有老婆了不起啊？对啊，没有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赖了？我老婆教的，你气多？行了，了不起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揍他。走了啊。大新闻！大 boss 居然戴婚戒了，而且还是马甸限量款，据说啊，一对要1000万以上呢。我的天啊，真的1000万！上柜是不是上千了？老天爷呀，我下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呀！哎，我听说大老板和他妻子不是商业联姻毫无感情的吗？怎么会买这么贵的钻戒？他该不会超喜欢他老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喜欢的是明珠姐，买这么贵的钻戒也有可能是为了面子。喂，也对。我的天哪！大地震了！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这哪有地震啊？公司人事地震！你看，明珠姐被辞退了，是吗？让他进来。阿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辞退我？我说过，你如果对我还有其他想法，就从盛世滚出去。所以，你为了那个女人，连朋友情谊一点都不顾了吗？她是我的妻子，你觉得你
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了。哼，原来我连和他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。阿渊，你也太残忍了，在我心里，从来都没有位置。好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说大老板为什么要辞退明珠姐啊？他不是喜欢她吗？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误会？其实池总还并不喜欢明珠姐。怎么可能啊？我觉得吧，大老板就是为了避嫌。他已经结婚了，虽然和老婆没什么感情，但是也不想前女友受到伤害，所以才让他离开的。是吗？怎么了，阿燕？啊，没事。哎，那有家店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好啊。欢迎光临。明天就是池景渊的生日了，他平时给我买了很多东西，我还从来没有送过他礼物呢。你好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包起来。好。阿烟，他在挑选礼物，明天就是我生日，难不成他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？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新产品研发非常成功，市场反馈也非常不错。我们将于下周召开盛世的周年庆礼，到时候可以在会上展示一下。你们按照计划筹备。认真工作的池景渊倒是和平常不太一样，好像更帅了。好了，今天会先开到这里。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开会呀？下周就是盛世的周年庆典了，我还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想我了？你胡说，我是来叫你吃饭的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以后家里都别做鱼吗？哎呦，先生，这可是太太亲手做的，她忙了一下午，就是想亲自给您过生日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鱼？你都知道我闻不了鱼腥味，那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你喜欢吃鱼呢？这是什么？池景渊，生日快乐！我也不会挑选礼物，就随便买的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就……明天早上我要带着他上班。现在几点了？马上12点了，哥，你怎么过个生日还过得心事重重的？12点了，12点。哥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阿烟，沈教授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阿烟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以前你每年都会祝我生日快乐，送我生日礼物，为什么现在？沈教授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不可能，你喜欢的是我，怎么会嫁给别人呢？阿烟，
你明明买了生日礼物，那领带……沈教授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误会，但领带是送给我老公的。别闹，我在接电话呢。你接你的，我做我的。阿燕，你在干什么？谁在你身边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沈教授，何必明知故问呢？该男女之间该干的事，这还需要说吗？畜生！他是我的，你给我放开他！ I just wanna rewind. I haven't seen you in a long time. You got me feeling so lonely. Even when you come through, I can tell that it isn't you. So lately you've been acting like you hardly know me. 喂！他一定是在骗我，一定是！那个男人是谁？我要把他找出来！这是什么？沈燕哥哥，也许你永远都不会发现这张卡片，就像我偷偷喜欢你一样。原来他早就跟我告白过，可我竟然从来没有打开看过。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明珠，有件事我一定要去做。哎呦，李总，幸会，有幸与您合作。尝尝看是什么？这次可不要拒绝我呀！是李记酥饼，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酥饼了。江浙糕点做的最好的就是他们家了，全国开了几十家分店呢。只可惜有点小贵，我买不起。你去帮我办件事。好，各位安静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宴会厅周年庆的各位嘉宾。首先登场的是我们集团高管沈小姐。哇，沈家兄妹也来了。还有我们的盛世集团董事长以及公子荣世恒、荣元洲，大家掌声欢迎！我去，还有荣家，豪门荣家，荣家很了不起吗？拜托，荣家可是香城排名前5的豪门，虽然比池家差了不少，但也是我们几辈子都够不到的门第了。小小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明珠姐，这是池总让买的 LV 项链，总价2088万，意义为挚爱，发票数据都在这里。好。阿渊买的项链，为什么戴在容烟身上？她不是阿渊的侄女吗？阿渊为什么会送象征着挚爱的项链？该不会容烟就是那个女人吧？好，各位安静。接下来到了我们宴会厅的重头戏，有请我们的集团员工荣小姐荣烟上台。快去快去！好，精彩马上开始。哎，你看他怎么上台？你看，至少求婚嘛。阿燕，直到最近我才看到你给我写的卡片，对不起，我希望一切还来得及。阿燕，我喜欢你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我去，沈教授居然当众表白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是啊，谁要是这么追求我，我死也愿意的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沈燕这是搞哪出啊？他难道不知道阿燕已经结婚了吗？居然敢挖池大少爷的墙角，勇气可嘉呀！阿燕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回到我身边，不要拒绝我，好吗？沈教授，其实真有意思。池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沈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
公然追求有夫之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什么有夫之妇？这位小姐竟然结婚了！我去，沈家公子在干什么？沈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我去，沈家公子竟然公开追求已婚女士，大新闻呐！大新闻！这下发了，绝对是头条啊！这下有好戏看喽！石总，你在说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阿烟怎么会结婚呢？沈教授，我的确已经结婚了，我之前都跟你说过了，是你自己不信。我当然不相信，你喜欢的是我，怎么可能会嫁给别人？石总，是你逼她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哪怕你是阿烟的小叔，也没资格干涉我们之间的事。那如果我非要干涉呢？我去，他们在干嘛呀？石总是疯了吗？怎么突然吻阿烟啊？他们俩不是叔侄关系吗？叔侄还能这样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天什么天啊？看你拍照啊！沈家公子和池家掌权人两男争一女，还是已婚女士。这消息要是放出去，整个社会都得炸。明白了吗？她是我的女人。混蛋！你竟然敢亲她！她是我的，我的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们，原来容颜不是你的侄女，她就是你一直要娶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没错，容颜就是我的太太。如果你们再敢纠缠她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啥？阿烟居然是池总老婆？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讨论了那么久的池太太，居然就是我闺蜜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阿烟，你喜欢的是我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沈教授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和池景渊确实结婚了。我勒个去，那不是前段时间炒到1000万的，世间仅此一对，象征着永恒的爱的迈尔吗？池总居然给阿烟买了阿迪迈尔，我也想要，这也太丑了吧！真是太丑了呀！羡慕死我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池景渊说过，他老婆怀孕了，可你根本就没有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你既然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还怀孕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哥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叫救护车！来人！啊，来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昏倒了。就是啊。原来你不喜欢他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但今天晚上闹这么大，会不会影响到盛世的股票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我担心？谁担心你了？我只是……真没想到他们俩是一对啊！哎呀，藏得太深了。叔侄，你的名字是叫容烟吗？是。你的母亲是？我的母亲叫杨佑然，不过她2年之前已经去世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他走的时候有没有很痛苦？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没有，他恨透了那个人，所以他什么话都没有留下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身体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只是眼睛干。
既然你是袁州的朋友，下个月我过寿宴，你愿意来荣家玩吗？荣董事长，我和阿嫣夫妻一体，既然我已经收了荣家的请柬，就不会再收第二份。好，好，袁州，我们回去。好。如果你不想见他，那我们就不去荣家。就算他是你的父亲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也姓荣，每次见到他都会吃他，而且你们两个长得挺像。对不起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过不了多久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娶了一个私生女，是我给你丢脸了。那又怎样？什么？我要的是你，即便你是私生女，我也是要你。不再怕遗憾，因为你一直在。这情缘，谢谢。我影子放不开，不敢大胆说爱。我先上去了。真的要这样吗？新闻已经传开了，盛世的人迟早会知道。我们一起进公司，合情合理。可是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走。天哪，那不是市场部的容嫣吗？大老板怎么牵着她的手啊？他们好甜啊！该不会她就是老板娘吧？石总好。中午来我办公室吃饭。不了，我想去吃食堂。行啊，那我就去食堂陪你吃。开什么玩笑！要是和他一起去食堂，那我不得被八卦的眼神杀死啊！那还是去你办公室吧。老婆真乖。啊，池总。这个拿着。天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大老板居然亲了员工！不对，大老板叫他老婆，她是老板娘。亲娘耶，这是什么夸天下的茶呀？容嫣居然就是我们的老板娘，你们不觉得很甜吗？大老板真的好宠啊！这个是什么呀？池景渊，他这是把整个礼记书都买了下来，送给了我。这还没到饭点呢，怎么几分钟不见如隔三秋啊？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说过，你值得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不是喜欢吃李记吗？以后你就是他们的老板，想吃多少有多少。怎么，我老婆喜欢的我还不能买了？可是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知道了，我会带他见你的。怎么了？是谁的电话呀？婚讯曝光，池家人要见，看来得抽个时间去趟池家。走吧。紧张了？有一点。你放心，陆夫人的心思根本就没在我身上，她见你只是走个过程。再说，
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嘛。哎呀，谁丑了？对了，你为什么叫自己的母亲陆夫人呢？这样岂不是很生分？这是她自己要求的。为什么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为了所谓的初恋，抛弃妻子，和池家彻底断绝了关系，也让他彻底沦为了圈子里的笑柄。他恨我的父亲，所以不肯让我叫他母亲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我们结婚这么久，池家的人一点也不关心他，看来他的童年过得很不开心。没关系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不怪你。走吧，走吧。爷爷，这是我的妻子容嫣。爷爷好，母亲好。用不着，池景渊怎么叫，你跟着怎么叫就行了，不用搞特殊化。坐坐。听说你还在上班呢？早点回来歇着吧。你肚子里怀的是我们池家的宝贝金疙瘩，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谁负得起这责任？过段时间再说吧。容嫣她喜欢上班，我尊重她的选择。哼，不懂事儿。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你从小就没有很好的生活，加入我们池家以后啊，要好好的帮衬丈夫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你明白吗？收了吧。好的，爷爷。谢谢爷爷，我会的。池家长辈给的礼物都堆到房间了，一会儿我叫人给你装到车上去，你们回去啊慢慢看吧。好的。怀孕几个月了？5个月了。听说是双胞胎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，后来产检的时候才发现的。你倒是好福气。你放心，该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池景渊不尊重我这个当妈的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，而我不能不讲规矩。你不是希望我早点结婚吗？我是希望你早点结婚，我没让你娶一个私生女回来。我喜欢，我娶谁，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烦陆夫人费心了。行了，带你媳妇儿去休息吧，缺什么就说，别学那副穷酸样，亏待了肚子里的孩子。老爷子，晚饭已经备好了。行啊，咱们先去吃饭吧。慢点。你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她不是针对你，就算我娶的是别人，她也会是这个态度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你妈妈的孩子，即使她再讨厌你的父亲，也不应该牵扯到你身上啊。况且你这么优秀，那作为妈妈，不是应该感到很骄傲吗？所以你知道她有多讨厌我了吧？原来她的童年并没有过得比我好。虽然我遭尽了白眼，可妈妈和外婆非常疼爱我。可池景渊呢？在这个冷冰冰的家里，他是怎么过来的？愣着干什么呢？走，吃饭去。哎，他从来不吃鸡蛋，怎么还给他加鸡蛋了？这个就是你的房间？对，在我成年之前，我都住在这里。少爷，老爷子找你有点事儿，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要是困了，就在这里睡一会儿，等我回来找你。那我走了。
果然过得也没有那么好。从小到大的照片，没有一张是开心的。爷爷，跪下！请问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要惩罚我？婚姻大事儿，向来都是父母长辈做主，你倒好，自己悄无声息的就把婚给结了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爷爷吗？我已经成年了，婚姻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主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混账！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父亲抛弃你，你妈妈不管你，是我一手把你抚养长大，培养成这样。你肩上担的可是我们整个池家，可你看看，现在为了一个女人就这样顶撞我，你难道要把我们池家的安危置于不顾吗？我只是结个婚，又不是卖掉池家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你忘记，你只是把我当成池家的工具而已，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。混账！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来人，把他带出去。老规矩，天不亮不放他出来。是。不用，自己会走。进去。妈妈，你放我出去！我错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听话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妈妈。妈妈，我好饿，我想喝水。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好痛啊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妈妈，你救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以后我会乖乖听话，我再也不敢忤逆爷爷了。还差3个小时，未满时间，不许放他出来。石景渊呢？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？许成啊，太太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池景渊呢？这都凌晨3点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先生，他没有在谈事情，他被老爷子关禁闭室了，天亮才能出来。什么？关禁闭室了？先生从小到大，只要一犯了错，就会被关进那个小黑屋子里，美其名曰锻炼。但先生长大之后，就很少被关进去了。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情况。没有灯，难道池家老爷子不知道他？池家的人都不管吗？陆夫人也不管吗？夫人本来就不喜欢少爷，所以我们做下人的也不敢管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，太太，把门打开。抱歉，太太，老爷子交代过，天亮之前不能放少爷出来。你把门打开，我绝对不会带他出来的，我就进去陪他，这也不算违反老爷子的规定，不是吗？是他，笨蛋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陪你啊。我这么大个人，还需要你陪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需要，我需要，行了吧？说什么呢？我是你的妻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其实黑色它并不可怕，它包罗万象，和黄色可以混合成蓝色，和红色可以混合成紫色，所有的颜色都离不开它，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它。所以呢？所以，那既然离不开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打败它呀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动了，宝宝它动了。走，带你出去。我可以受罚，但我的孩子和你绝对不可以。肚子疼，我的肚子疼。太太没事吧？走，我带你回家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你好大的面子，刚来池家第1天就带着池景渊造反。本以为你懂分寸，没想到你却这么不懂事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凶他干什么？怎么，我说他2句你不愿意了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这事如果让老爷子知道怪罪下，池家的产业能好好掌控吗？是吗？你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放肆！为了这个女人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你赶紧回去，否则老爷子怪罪下。陆夫人，你们到底是老爷子的看法重要，还是他的感受重要？池景渊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您都知道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池景渊怕黑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怕黑？池景渊他怕黑，所以睡觉的时候都会留一盏灯。他不喜欢吃鸡蛋，关于鸡蛋的任何东西他都不喜欢吃。他喜欢吃鱼，所有品种的鱼他都喜欢。这些您都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他从小就不听话。那孩子不听话，您作为母亲应该去管教他。您不应该把他关在那种地方，难道他不会害怕吗？你懂什么？我的确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他在那个房间他会痛苦，他会难受，他也因此留下了心理阴影。我作为他的妻子，我只希望他好好的。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回家。等一下，真是可笑。如果他不是池家的继承人，如果他一无所有，你还会选择他吗？为什么不呢？走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父亲。如果2个孩子感情好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们了。谁为难他们了？夫人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什么？老爷是故意的，他在试探容颜。怎么不行啊？景渊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将来是要继承我们池家的产业的。要是他的另一半人品堪忧，我们池家不是危险了吗？您不是一直中意沈家的女儿吗？以前呢，我的确是想撮合她和明珠的。那丫头的身世好，人也长得漂亮，但是人品吧，差那么点意思。景渊呢，也不太喜欢她，我就没点头。现在看来啊，这小子比我有眼光啊，找了个他真心喜欢的。家世虽然差了点，但人品呢
倒是不错。这么说，您同意他们婚事了？我们池家呀，家大业大，也不缺那点钱。以前我管池景渊的时候，手段是狠了点。如果他能找一个真心喜欢的，就随他去吧。找个时间呢，把2个孩子接回来。孩子都有了，还没办婚礼呢。是。难道是我真的做错了？对不起，外婆，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的确已经结婚了，我没有当小三，我们是领了结婚证的。就是上次来找我的同事，他叫池景渊。阿燕，他们家是不是很有钱啊？还好吧，也就3、4套房子。目前我们也没有跟公婆一起住。3、4套房，许成都不止这个条件，亏他是我的出口。那你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啊？外婆也想看看我的孙女婿。过2天吧，过2天我们一起去荣家。荣家？怎么，他们为难你了吗？没有的，外婆。过2天是荣世恒的生日，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我想去看看。你放心，外婆，这次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。怎么了？外婆想跟你通个电话。阿燕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放心吧，外婆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好。外婆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保密。过几天就要去荣家了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虽然我不是荣家人，但是也想去看看荣家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上次周年庆的时候，荣世恒多半认出来了。如果他要和你相认，他不会跟我相认的。他不会跟我相认的。为什么？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人欺负，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我的父亲能够来救我。可是我等到了现在，他都没有来。他其实一直都知道我的存在，但是他压根就不想跟我相认。不然以荣家现在的财力，又何必等到现在呢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原来如此，荣嫣啊荣嫣，真是没想到，你是荣家的私生女，一个贱人生的野种，也敢跟我抢！你去帮我办件事，在荣家的生日宴上，我要让所有人看一出好戏。这就是荣家吗？真漂亮。这算什么？我名下还有比这更漂亮的，只要你喜欢，明天我们就搬过去。哎，来了！哎，阿燕，你终于来了！我爸都问你好几回了，知道的还以为他喜欢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女儿呢。荣董事长好。哎，
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那个荣小姐，我想带你去见一下老太太，不知道你方便吗？你想去就去，我打个电话，很快就来。好，好，这边请。去吧。哎，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爸为什么带着阿烟去见奶奶？他们之前认识吗？你爹，你问我。阿烟到了，这边。母亲，这位就是阿烟，她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特意过来祝贺的。荣老太太好。来看看也行，不过可千万不要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你母亲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勾引我儿子嫁进豪门，那种贱骨头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？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嘛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当初要不是为了那个贱人，您怎么会……所以，您一直知道我母亲的存在，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，不然世恒怎么会带你来到我跟前？要不是看在你姓荣的份上，我压根就不可能见你。这就是我的奶奶，可真讽刺。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你来荣家无非是跟你妈那个贱人一样，看中我荣家的财富和权势。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你休想踏进荣家的大门。母亲，阿烟她不是这样的人。阿烟，你奶奶她刚刚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她是说……奶奶，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外婆养大的，我哪有什么奶奶？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长辈说话？我看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没教养的东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！从今以后，不许再踏入我荣家的大门。是。我看谁敢！怎么样，没受欺负吧？荣老太太，今天你要是敢动她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景渊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字面意思。荣嫣是我的太太，你们荣家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踩到她头上？这荣家他想认就认，不想认就不认，也不是所有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跟他攀亲的。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我还有更过分的，想听吗？我们走。哎，阿烟，阿烟，都是爸爸不好，爸爸的错，爸爸没有把你和妈妈好好照顾好，爸爸还想……荣董事长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没有爸爸，你也不是我爸爸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她嫁到池家了？我要是早知道，刚才说话就客气点了。妈，够了！我今天把阿烟叫过来，也就想让您认个孙女儿，我也想弥补一下这些年对她的愧疚。我没有别的什么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就算荣家不认你，还有池家，还有我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补偿你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早就弥补我了呀。
快走！哎呀，来了，快，走！荣小姐，听说您的母亲是小三，您是私生女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10几年前，你妈妈自己承认是小三儿，并向荣家公开讨要抚养费。请问你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母亲做出道德败坏的烂事，你怎么还有脸嫁给池景渊？荣小姐，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。荣小姐，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。荣小姐，请问你是荣家的私生女吗？荣小姐，你今天回到荣家是为了争夺荣家的财产，还是有别的阴谋？什么？荣嫣居然就是池家的儿媳妇？池家居然娶一个私生女，真是太丢脸了。就是，听说呀，他妈妈当年为了要钱，自己找媒体曝光小三的身份，为的就是让荣家给他钱，真是不要脸。那荣家给了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老太太怎么亲自出来了？来，妈，慢点。爸，奶奶，这些记者都说什么私生女？阿嫣是爸爸的私生女吗？云州啊，阿嫣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阿嫣是我亲妹妹？大家都静一静，有什么问题一个一个问。请问荣小姐，你是不是荣家的私生女？是。那么你今天回来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我没有什么阴谋，我们来这儿只是单纯的来祝贺，还请大家不要胡乱猜测。陆小姐，你一个私生女嫁进江城首富池家，不觉得给池家丢脸，给池总丢脸吗？各位，说话客气点儿。我们池家的儿媳妇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陆夫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荣嫣是我家的儿媳妇，也是池家唯一的儿媳妇。你们谁要是敢欺负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妈，谢谢你。没事，有事回家说。荣嫣是我的妻子，池家是她最坚实的后盾，池家以她为荣，你们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凭什么一个私生女，为什么兰姨都帮着她？荣小姐，既然如此，请问你回到荣家，荣家认你了吗？盛豪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你要敢过去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！母亲，当初的事情的确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辜负了他，才迫使他受了很多的委屈。我时刻在反思我自己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。当初如果说是我勇敢一点，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唉，是时候该说出真相了。你给我闭嘴，荣世豪！爸，奶奶，什么真相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今天我一定要说。去，把我房间抽屉里的东西拿来。是。刚刚是谁说她是私生女的？荣董事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荣嫣不是私生女？荣董事长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：荣嫣是谁的女儿？她究竟是不是私生女？先生，东西拿来了。她是不是私生女？不知道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和她的结婚证。当时我们意外相遇，1年之后我们就领了结婚证。很快，她就怀了身孕，生下了袁周。什么？袁周？荣家长子居然是杨佑兰的儿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
那柔元州和柔烟，那不就是元州居然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，他居然是我的亲哥哥。4年之后，幽兰再次怀了身孕，可这次我们荣家遭受了巨大的舆论风波，股票大跌，我被家族逼得没办法，被迫与他离婚。这是我们的离婚证啊！我天，真是离婚证，离婚证都拿出来了。由于集团的生意，我需要出国。这个时候，荣家找到了幽兰，或是幽兰说她是小三，骗取抚养费。等我知道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后来，幽兰带着刚出生的阿言离开了。她说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我知道她非常的生气，很恨我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敢联系她。阿言也因此受了很多的苦。阿言，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的不对。你能原谅爸爸吗？所以，我不是私生女，我不是，我妈妈也不是小三，对不对？是爸爸的错。爸爸在你和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，爸爸选择了出国，所以这一次，爸爸不再选择冷眼旁观。所以，她才是荣家堂堂正正的大小姐。你们如果以后谁敢再说她是私生女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哈烟既然是荣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她既然不是私生女，那我这么多年的挣扎，放不下的芥蒂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好了，该采访的都采访，请你们离开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绝对不可能！容颜怎么可能是荣家的千金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的好的都成了他的？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珠，他想干什么？外婆，孩子，外婆，原来我不是私生女，那这么多年我受的委屈到底算什么呀，外婆？孩子，我就知道你妈妈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当她带你回来的时候，她什么都不讲，我也不好追究。好孩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没关系的，外婆，这不怪你，不怪你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原来你是我亲妹妹啊，怪不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阿燕，叫声哥哥听，好不好？阿燕，叫声哥哥听，好不好？哥，哎，以后哥哥保护你啊！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就真劝他跟你离婚了。我哪敢呀，大舅哥，算你识相。外婆，以后呢，让袁州好好孝敬您。阿言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冲击太大了，他现在不可能接受，你让他好好缓缓。哎，好吧。外婆，着什么急呢？在这好好玩2天再走嘛。外婆知道你一片孝心，你放心。外婆啊，虽说年龄大了，但身体棒着呢，今后有机会。好。对了，外婆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呀？还记得吗？那天我让女婿接电话。记得。我想你到荣家来，害怕你受欺负，就让女婿把地址发给我了。女婿猜我要来，他就让司机来接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看得出来，女婿非常在乎你。阿言，你比你妈有福啊！好了，别送了，你们都回吧啊！好，你们回。外婆再见。
阿烟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哥，我去接个电话，一会儿就过去。行，那我先进去。容颜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如果不是你，阿渊怎么可能不要我？都是你害了我。明珠，他想干什么？阿烟呢？大哥，才刚分开多久就出来找，用得着吗？你这单身狗哪能懂我们的乐趣？你说是吧？大舅哥，得了，别逮着机会就跟我秀恩爱呢。阿烟在门口打电话呢。啊，不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容颜，那到时候再说吧。小倩。陈燕，哥！哥，你没事吧？明珠，你是沈家的千金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他？如果不是他，我根本不会失去阿渊；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就连你，我唯一的哥哥，现在都一心向着他，这叫我怎么能不恨？别把自己的错归咎到别人身上，阿烟何曾对不起你？是你自己执迷不悟。可是阿渊，我爱你啊！你爱我，我就得爱你吗？沈明珠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？你还是我认识的沈明珠吗？请问谁是沈明珠？你们找我什么事吗？有人报警说你买通记者蓄意造谣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你报的警。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沈明珠，敢做就得敢认。阿渊，你敢说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吗？从来没有。跟我们走吧。也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。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哎，行了，石大帅哥，阿烟好歹都是沈教授的学生，沈教授又为了他受了伤，人家两个聊几句没什么，你该不会连这样的醋都吃吧？你不知道，沈燕喜欢他。那又怎么样？容颜又不喜欢他。怎么，石大公子，难道容颜没有告诉你他喜欢的人是谁吗？沈燕哥哥，不管我们之前发生了什么，还是谢谢你能救了我。阿言，祝你幸福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聊完了吗？聊完了就回去吧。王妈做了很多好吃的，等你回去吃呢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俩都说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没什么，没说什么，怎么那么久？好啦，不是说要回家吃饭吗？我正还有东西要给你，走吧。阿言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喜欢的会是他？因为
是他治愈了我。年少的时候，我曾错把我对你的好感当成了喜欢，但自从遇到池景渊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喜欢一个人是无理由的相信他，是在自己妄自菲薄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，你值得。是不管发生什么，他总会在我身边，无条件的支持我，相信我，守护我。所以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。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输了，阿渊，祝你幸福。你也会幸福。慢一点哦。什么东西啊，神神秘秘的。啊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好啦，到啦。不能打败黑暗也没关系，谁说大老板就不能有弱点呢？送你一盏灯，希望以后光明伴你，好运永存。阿烟，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真的吗？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？说说看。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，步步为营，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，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。我自己闲着没事做，把咱俩的日常画成了漫画，是大老虎和小白兔日久生情的故事，结果不小心在网上火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说的都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现在却想要告诉你，而是什么？一见钟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。你猜？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超级喜欢。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，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。愿你也能遇到那个在黑夜里照亮你的人。